说，爱宝她怀了我的孩子。对，爱宝想要这个孩子，她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刺激您，让您再去爱他，这样才能给孩子一个家。叔叔，其实爱宝她真的非常爱你，您的一举一动，她都非常非常的在乎。我知道，其实您心里也有她，但是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两个人要互相伤害？你像你怎么这么没素质啊？女生宿舍你也敢闯？走，你再这让我就要叫保卫科了。知道我为什么一下能在那儿玩24小时吗？哎，他那赌场里打烊。刘哥，哎，别走啊！你干嘛呀，大叔？你看到爱宝了吗？没有。爱宝不见了，他找过你吗？算我求你了，你能告诉我，他来找过你吗？大叔，你不是爱宝他爸吗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妈，你还好吗？别再丢掉了好吗？不要，外面黑，我不要一个人在外面。爱宝，爱宝，爱宝。